台南东山种咖啡的面积将近60公顷，年产量高达70到80公吨。为着让国内民众食材台南优质的咖啡，行政院农粮署、台南市农业局、东山区公所甲咖啡业者共同举办台南产区咖啡特展。即届会当来讲来参与的，拢是咱东山家摕着头顶，甚至品质非常好的咖啡豆啊！尤其咱看会到现场，咱的师傅落去唱的时阵吼，规个咱迄个图书馆家拢是咖啡的香味啊！从水洗、蜜处理、日晒到我们整个那个各项的后置的。都会有我们的咖啡豆可以来做选购吼。展览现场会当看到台南各产区的咖啡豆，并透过文字以及影片的介绍，食材台南咖啡的故事，也会当借着科技公司所提供的 AIoT 技术平台，让民众挑选家己喜爱咖啡豆了后，亲自体验烘豆，大约15分钟就会当完成。东山咖啡已经获得美国咖啡协会很多这个奖了哈，都高达。评分高达80分以上，也有到87分以上的哈，这已经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一个优质咖啡的标准。那即使有这么多厉害的东山咖啡，可是很多外国人知道的，可是很多我们台南市民还不知道的。因此，我们特别办了这一场这个东山咖啡来到永康，好，希望喝了东山咖啡以后，大家可以永保安康，而且事实上。这个咖啡的每年的消费量越来越多，每年的消费金额也越来越高，所以呢，我们觉得把这个优质的东山咖啡介绍给台南市更多的市民朋友，应该是有其必要的。这次结合产地甲消费地，让更较侪人知影台南咖啡的好。该特展伫台南市立图书馆、永康新庄馆展出3个月，欢迎更较侪人来品尝上优质的台南咖啡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